小党是愈来愈歹拼选举咯，咱来看九成拢是女性成员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推出4个双北市议员的参选人，今仔嘛去登记。儿童人权、性别友善、甲新众的生活，拢是因关心的议题哦。因希望讲政治会当有愈多元的声音，也毋过即马小党要出头，确实无遐尼简单。 带囡仔做伙上台，政党成员超过9成拢是女性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，关注儿童人权、性别、身心障碍、环境等等。这摆也伫全台湾推出15个候选人。政治它应该要能够反映不同多元的阶级的，甚至是族群的意见跟声音。但是其实我们的政治，无论是议会或者是国会，其实是很扁平的，往往只有少数比较精英阶级，或者是有政治世家背景的人比较容易进得了议会。那其实往往排除了真的没有任何资源参政的青年，那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亲子家庭。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伫2018年就推出21个参选人竞争，虽然转数无调，不过得票数是全国第6名。2019年因正式成立政党，今年搁再参选。那欧巴桑因也推出科技业背景的爸爸参选，伊是唯一的男性参选人，关注儿童人权。儿童的发展上面，大人到底了不了解，以及说彼此要怎么样子互动，那也很希望说去卷动社会上面的每一个大人，以及说各个年龄层的人，也可以一起来关注说小孩以前有可能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。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3亿由4个双北市议员参选人，带领10百个民众到选委会完成登记，现场也邀请到作家房公馆徛台支持，因希望除了大型的政党，来自各种背景、无同的声音，嘛会使做伙插政治，推动改革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